外观看起来完好无缺，但是因为内部还是要做一个耐震补强的工程，所以长官体恤我们编的预算，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搬来这个地方感觉讲因为拢白白一个市内，大家拢知影位的啦。为着迄处的地方的迄个个治安的问题伫遮咱都甲咱守护啦。建筑物就是日式的规格，环境相当的优雅，空气也相当的清新。同事来这边上班，当然心情是比较舒服，而且来这边洽公的民众，甚至这边都成为他们来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在这边打卡。平常派出所跟里民的互动都也蛮不错的，就好像就换一个地方办公，一些正常的运作都不会影响到里民。这里比我们之前那个旧的派出所环境，那个附近环境还好，因为这里很宽阔这里每次大家下班的时候在这里运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怡婷。你知道南区大林派出所最近成为民众星星打卡的景点吗？因为警察厅舍耐震补强工程的原因，最近市区开始出现一些特色派出所。藏身在水交社园区的大林派出所，复古的日式建筑让远景办公、民众洽公都别有风味。除了大林派出所外，湾里与洗漱派出所则是进到庙宇内，传统的庙宇文化与玻璃式大人蹦出新滋味，让里头办公的远景也有相当特别的感受。如果你有经过这些特色派出所，不妨也可以停下脚步看一看哦。因为等到工期结束后，他们就会回到原本的地点，结束短暂的寄宿时光。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第6分局副分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6分局副分局长郭俊成。我们4个派出所的耐震补强的驻地，其实我们台南市其他分局也都有一些厅舍的耐震补强。那我们分局4个派出所耐震补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租借用，像水交社园区大林派出所、洗漱湾里有租用到庙宇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比较派出所在租借用比较有特色而且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4个派出所的工程会在明年的3月初大概会正式的完工验收那我们大林还有分局湾4个派出所完工后会搬回去原来的驻地来继续为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来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民权路伫过去被叫做台独街，因有真侪人投入台湾民主运动。今年迎接台独联盟成立50周年，特别邀请出身伫民权路顶的台湾民主前辈，转来到日治时期的民主摇高圣地公会堂，分享因的故事。持续追求台湾独立甲台湾正常国家化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今年迎接成立的50周年。除了伫台北有举办纪念展览以外，也因为台南过去住伫民权路有真侪人拢有投入台湾独立的运动，所以民权路过去也被叫做台独街。对此，12号下午特别邀请出身民权路的民主前辈来到公会堂分享因过去的故事。足新潮一条路无得甲风气好咧。足是投入台湾独立运动，所以大家拢叫做台独街啦。为顶面王源人，我上帝庙倒来，我住伫上帝庙边我的斜对面就是王玉德，王玉林，王玉林面太就是200，加做清洁的检察官，带叫人去清扫。王因太太上早来阮厝咧拍球，所以我来做小。那王玉德是我台南一中的老师，我虽然讲无家境，但是我坦白讲，我去留学时，我他们讲我成绩也足好，我是
人生规划想讲要做学者，但看到王爷这迄个台湾苦闷的历史，较困难了解台湾历史，感觉讲我是台湾出生伫遐长大，爱替台湾迄种概念，沉默的大众讲出因的心声，无我人生的规划是啥呢？我嘛成绩足好个，我迄阵第一届大学拢联合招生啊，我从台南中我分配大7个名额讲保送，我嘛其中的一个，我化工嘛读得了，但今仔我甲你讲，我化工拢袂记了，去离开这边，拢袂记，规头壳拢要想台湾独立面，所以我人生变化有够济。台独联盟表示，虽然现在因还未完成台湾独立甲正常国家化的目标，但是因悠然会持续来努力，希望有一天会使因接属于台湾人的国家。但新闻国不予采访报道。就读永华国小的一名学生，下课时间出流浪，因为互同学骑着，摔倒来受伤。结果学校第一时间竟然无通知家长，就送医护室去买药啊！议员林美燕召开记者会表示，这件代志竟然是下课以后，安亲班老师通知，才知影严重性，批评学校无尽到保护的责任。议员林美燕提出12月10号东港这名学生受伤的相片相当唔甘，因为嘴唇拢肿起来，门牙震动。当日囡仔出流浪被其他学生推搡难免有意外。不过议员在意的是，虽然第一时间有送医护室，不过竟然无通知家长，嘛无亲自了解学生受伤的状况。这期敢是因为囡仔是弱势家庭，所以无受重视，要求公平看待每一位学生。小朋友受伤了，你应该有同理心。你如果在意每一个血统的话，是不是赶快去看学校看看？这个小朋友在受伤的伤势如何？你拢无啊？你家用一通电话是我听啊，是做好用吗？如果他今天只是问题而已，那我们电话联络可以。我们现在关心小朋友在一受伤复原程度如何？上教育学校甲家长会嘛拢出面表达抱歉，强调囡仔拢是家长的宝贝，除了加强检讨、主动通报关心，除了游乐设施设立安全标准，甲使用顶面的安全规定，一定要不断提醒学生，避免校园安全出现危机。今日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2021圣诞跨年系咧活动的第2场，13号刷到小龙文化园区，现场超过7000位民众同乐，市长嘛亲身到场发送礼物，场面非常热烈。过去台南的跨年活动拢只伫特定区域办一场，不过今年市府将活动分散伫侪区，包括麻豆、嘉义、新营等等。其中第2场伫小龙文化园区的亲子欢乐嘉年华。就特别邀请唯一受到日本飞行船剧团认证的银河古音来演出，市长每天嘛现场分送礼物给小朋友，并且甲荷兰美声歌手 Martin Harkins 等贵宾做伙设单位，场面相当热烈。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耶诞跨年活动的第2场，我们在家里孝永糖厂所举办的这个亲子活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剧场只是其中一个，我们还有很多的摊位闯关活动，所以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的合家光临的亲子活动。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来减少这个边缘化的问题，而且是希望我们过去有别于过去很多跨年活动只办1场，都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我们今年把跨年耶诞的活动分散在好几个地方，有麻豆、有嘉义、有新营，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有城区的地方。希望说大家老的、小的、大的、小的他都能喜欢。我们也将来也会办理更多的跨年耶诞活动，很多让很多好朋友都可以来。今年12月的时候是台南的耶诞跨年月，所以说很多活动都要在台南举办，欢迎大家来台南，也欢迎大家来台南吃吃喝喝、逛逛、走走看看。台南绝对值得。这个活动来减少区域边缘化问题，加上设计一无同活动来适合无同的年龄层。12月会当讲是台南的圣诞跨年月，
市府欢迎全国民众拢来台南行行踅踅吃美食。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中西区的庙宇数量真多，虽然信仰的神明无同，不过大多数拢有供奉好爷。台南古城联合工作室就用好爷做主题，结合中西区公所甲大埔福德寺，共同举办寺庙文化推广系列活动。其中好爷的彩家实景活动，要将福气带予台南市民。伫台南看到庙宇雕景的画面，就亲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画面当中讲嘅确实4位小朋友，原来因拢是中医国小的学生。即届因参与由着区公所、甲台南古城联合工作室以及大埔福德寺共同举办的寺庙文化推广系列活动。即个好爷彩家撩紧的活动，除了要将福气带到社区当中，也是要为19号的好爷跋杯比赛来暖身。中西区区长萧泰华也趁这机会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与。我们台南市中西区，我们庙宇是最多的哈。那每个庙宇都有一个虎爷哈，那虎爷它的一个谐音就是福气哈。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能够基于今年的新冠肺炎相当严重哈，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做一个祈福的一个效应哈，那能够让我们台南市哈，我们包括台湾，包括我们整个全世界都有一个很祈福平安的一个系列活动哈。好，那我今天感谢我们大埔福德寺哈，好借由我们这样的活动，他们大力一个顶住了哈。好，那也借由感谢我们那个忠义国小哈的小朋友哈，然后对我们这整个绕境哈，带动我们整个绕境的一个活动哈。好，那藉由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希望说能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能够把这个祈福活动能够办得更好哈。好，那我们下礼拜19号有一个宝贝的活动哈。好，那也是有那个刘静文大师哈，他特别为我们这次的一个百福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做一个那个浮雕哈，那我们能够用宝贝哈，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共襄盛举哈，一起来宝贝哈，把这个福气带回大家，也带给各位的亲朋好友。这个雕景上特别的就是高龄的好爷浮雕，是由着知名的工艺师刘静文所打造的。这个好爷浮雕也将会伫19号的好爷跋杯比赛，由着新杯所相关的民众请登去处理。同时，区公所也甲中西区的女士业者合作，只要到活动的网站来按赞，就会使得到限量的小礼物。想要求财也则是祈求好爷保庇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精彩的活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好用都基金会长期以来，除了观景车辆发平安米以外，这几冬来嘛伫台南纺织创办人何玉丽甲好用都爸仔囝的故乡北门发送当季慰问金，今年发出536万，2400人受到帮助。随着年尾接近，侪家庭拢开始准备迎接新的一年。长期关心社会公益的好用都基金会，为了帮助大北门地区的弱势民众，12号上午特别来到北门二中港的侯氏宗祠，举办当期慰问金的发放。因为成效真好，所以基金会这几年也持续扩大发放的范围，希望帮助更加侪社会弱势。活动现场，好用都基金会创办人何博明先生，除了亲自到场发放红包，也呼吁社会上的企业应该踊跃帮助弱势，打造一个温暖的社会。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咱的北门三阳镇发放这个冬令救助金，会当讲每年的寒人真欢喜就当来，看到遮侪乡亲需要咱的帮忙。我原来是再次呼吁
咱台湾区各地区的企业人士，原来会当像这个模式来发放每年的寒人，会当来发放这个救助金，安尼咱台湾的更加温暖。因为来到偏乡需要帮忙的人实在有够多，我已经发放10多年啊，我们继续发放落去，来帮忙这需要的这个较弱势的这个团体，予伊一个爱心，每一个寒人，予伊安心的过冬天，希望这个运动，这个爱心的运动会当传播我们台湾各地方，企业界能够再度出来帮忙一些偏乡的老人、偏乡的残障，让他们能够安度寒冷的冬天。这届发放的人数大约2400人，总金额高达536万。基金会除了定期的慰问金发送，也有急难的补助金的服务，同时也会定期捐赠社会福利车辆给需要的单位。基金会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社会的弱势感受到温暖，打造一个友善的城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专业慈善基金会岁末公益活动今年迈入第14届，13号伫小北个夜市登场。这届结合交通警察大队做交通安全宣导，而且董事长李明威也送爱到平湖协助惠民病院进行重建计划。专业慈善基金会长期关心弱势，每一年拢会伫岁末的时阵举办家电化活动，邀请社会福利团体到场适当。除了义卖物质资金以外，也提升各单位的知名度。今年迈入第14届，13号上午伫小北仔夜市的场地盛大来举办。今年邀请80个单位，同时有着各社区早来精彩的演出。立法委员陈廷辉也亲自到场支持。会长准嘅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也亲自捐赠25万给平湖的惠民医院的重建计划，现场热烈温馨。现在才10点多，现在现场已经人已经多了，后面都已经人山人海了，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爱心的团体，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公司大家都还有力气之下，没有，他们都很年轻，他们会继续办下去。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只有一个感恩的心，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来参加。除了各社福团体到场适当以外，现场也配合北区区公所所举办的塑造成果展，由着各个社区现场展示的特色甲塑造的成果，内容相当丰富。今年的社区的总体营造在北区成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硕。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区长，还有我们的里长、社区发展协会大家的一个用心。那总是在年度即将结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尤其在今年疫情的阶段，其实是大家最辛苦的一年。那透过社区总体营造，大家互相的关怀，还有基金会大家共同的一个关切，我想今年是最温暖的一年，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一年。现场上起民众眼光的，就是这个车辆旋转的体验，甲警察的重型机车的参观。这届共同参与的交通警察大队，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特别的装备，来指导民众正确的交通观念，让民众了解到我们的车祸的发生之后，我们车辆里面的翻转的严重度，也来提醒我们的民众在车辆行驶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酒后驾车。那撞击后的翻转，如果没有使用到安全带的话，那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也结合到这样一个活动来发展，来提升这个宣导的一个效果，让我们的民众能多多来注意。活动现场拍卡按赞，也阁会使抽好礼，互民众到小北仔夜市广场食物件、甲佚佗、摕礼物以外，也会使行善做公益。但新闻郭不义采访报道。位伫南区水高社文化园区周边的世界花园社区，12号暗时举办圣诞联欢晚会。除了自助餐美食以外，阁有乐团表演、甲抽奖的活动，互社区的居民拢非常的欢喜。12号暗时，水高社文化园区边仔的世界花园社区相当的热闹，这是因为因当咧举办圣诞联欢晚会，现场准备了各种丰富的自助餐美食，加上乐团的演出。会长市员蔡淑辉甲王家珍也拢到场，甲民众同乐。会长也准备了丰富的毛菜品，
要互社区的民众度过一个美好的暗时。今天是我们世界花园第6届，办的那个耶诞嘉年华。我们今天邀请的有市政府的，还有，我们南区的议员，还有我们所有住户的嘉宾莅临我们这么会场。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以采欧式的自助餐，中间会串场有唱歌、有摸彩，还有来宾演讲。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晚会能够圆满成功，谢谢，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同时，伫即届优良公务的评选当中，世界花园社区也得到大型新星组的第2名，这也是因连续2档来得奖，会中民众也共同庆祝，现场热烈温馨。但新闻国不易采访不得。为了让民众了解食品安全的相关资讯，嘛要用行动来支持台南在地农产。议员林美燕联合济济单位，将伫个12月20号举办选择活动，到时阵将会发出500碗的卤肉饭，邀请民众先预约报名，领取兑换券。摆满规桌顶香港公的卤肉饭，第7摆议员林美燕联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盐埕长寿会以及南区白雪等4个的社区单位，要共同来推广台南好米好卖上好选择。议员表示，包括含有莱克多巴的美国猪肉进口等食品安全，拢引起关心，所以希望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农产。要求乡亲一定要先预约来参加选择会，得当兑换卤肉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就是更多人共同的关心，让食安的问题事件能够降到最低啊，它能当保障在每一个人的安全呐。那这次的活动大家有看到，我头前讲我前面有这卤肉饭，这卤肉饭胖嘞，我这前段时间卤肉饭是大家拢非常要义的一个卤肉饭呐。我们必须请协办单位，你们必须要做好报名，然后才能管控数量。现场拿的这张纸去弄。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也是一直非常支持在地的一个农产，所以说我们就义不容辞，觉得说在这样子一个年底的一个期间，大家其实都很忙但是还是要拨空大家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在地的一个农产品然后我们的肉色粉很具有代表性那让大家可以来亲身体验，来支持，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在地的一些农产该活动定12月20日，要伫南区北吉店市场后壁面的广场举行。到时除了以卤肉饭作为号召，也可以推广食出健康的在地农特产，希望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把关。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